讓我哋都安靜落嚟，準備今日嘅敬拜。各位大家同站立。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萬族中歌頌你，因為你的慈愛偉大，高及諸天，你的信實上達雲霄。神啊，願你被尊崇，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遍及全地。放眼仰望，每看那星空幻彩，輝映相照，萬古不變永在。智慧創造，貫徹那蒼天看海，不朽心意，預曉於這世代。神靈敞開，穿過往昔未來，奧妙心靈，遠超花愛。茫茫四海，驚嘆眾意若來，偉大濟宰，依本是愛。至愛至善，世界至真的上主，犧牲所愛，獨子甘背我罪。宗主歸位，撇棄以君尊自居，苦遭釘死，十架解我困累。縱然我心傾意為你歌唱，你是我神，你真偉大。縱然我心傾意為你歌唱，偉大救主普天頌唱，雷鳴震響，舉世共慶歡唱，因主歸來，創新氣象，雷鳴震響，舉世共慶歡唱，快樂永享，普天頌唱，快樂永享，普天頌唱。而我哋繼續用我哋嘅歌聲去讚頌我哋嘅上帝，讚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勝過試煉，我依靠天父就長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於掛念，他的心亦直至我可測到，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論憂或喜，那慈愛顯明，勞苦中他賜安排。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慈愛憐憫，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他的名為策士與權能，
腓立比書4章4至7節，你們要靠着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要使大家看出你們謙和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毫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帶着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神。這樣，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勝過試煉。我依靠天父周詳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與掛念。他的心極恩慈無可測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論憂或喜，他慈愛顯明，勞苦中他賜安泰。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各愛憐憫。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他的名為策士與權能。他保護他的兒女於珍寶，他熱心必要成全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他向我應許。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他向我應許。各位會眾請坐。我哋人呢係有一個特性嘅，對自己好熟悉嘅嘢呢就好有信心嘅。對自己唔係好熟悉嘅嘢咧，真係冇乜信心嘅。咁就算係對自己熟悉嘅嘢咧，都唔係100%就有信心嘅。咁如果神呼召我哋做一啲我哋唔熟嘅侍奉嘅時候，我哋又點算好呢？例如你會諗，我明明係個 I 人，我係個 introvert， 係好內向嘅人嚟嘅。但係神呢，好似呼召我要去做呢個教會嘅招待，又要見人，又要同人打招呼嘅。咁又例如，即係我膊頭又痛，我腰骨又麻麻地，但係神呢，好似呼召呢，我要去幫手清理教會嗰個草皮咁樣。咁究竟我得唔得㗎呢？即係我又懷疑。神呢係唔會揾錯人嘅。即係神會唔會揾錯人呢？我有諗緊，係咪應該揾啲更有能力、更叻嘅人呢？咁我心入邊呢，我係充滿好多掙扎嘅。咁讓我哋而家有一段默想嘅時間，諗下我哋有冇經歷過呢一種掙扎啊？有冇遇過類似呢一個情況？我哋又點樣去回應神呢？
慈愛嘅天父，你係全知全能萬有嘅主宰，你係信實可靠嘅，我哋稱頌你讚美你。雖然我哋睇起嚟唔係一塊理想嘅材料，但係你都好重用我哋，呼召我哋去繼續成就你嘅旨意。當我哋對自己嘅能力有懷疑嘅時候，對你嘅呼召有懷疑嘅時候，神啊，求你加添我哋嘅信心。可能我哋被呼召嘅崗位上未必係最叻嗰個，但係喺神嘅眼中，我哋係最合適嘅嗰一個。求神你讓我哋能夠睇見，只要我哋有信心接受你嘅呼召，你就會俾能力我哋有足夠嘅能力去做你嘅，去成就你嘅旨意，彰顯你嘅榮耀。因為神，你對我哋嘅信心遠超過我哋對自己嘅信心，讓我哋就能夠誠實謙卑去回應你，遵行你嘅旨意喺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簡短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嘅名義祈求，阿們。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下決心圍繞在城內，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尚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尚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
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讓我哋嘅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於俾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今日咧有我哋熟悉嘅景文牧師為我哋分享信息。喺分享信息之先，我哋有 Helen 姊妹為我哋讀經，我哋請 Helen 姊妹。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請聽我讀出今天嘅經文。約書亞記1章1至11節。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吩咐摩西的侍從亂的兒子約書亞說：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全體人民過這約旦河，到我現在要賜給他們以色列人的地去。你們腳掌踏過的每一處地方，我都照着我應許摩西的賜給你們了。從曠野或者黎巴嫩直到大河，就是幼發拉底河，黑人的全地，以至大海日落的地方，就是你們的疆界。你一生的日子，必沒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決不離開你，也不離棄你。你要堅強勇敢，因為你必使這人民得着我曾經向他們列祖起誓，要賜給他們的產業作地作產業。你只要堅強，十分勇敢，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好使你無論到哪裏去都可以亨通。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要晝夜默誦，好使你謹守遵行書中所記的一切，這樣你的道路就必順利，你必一路亨通。我不是吩咐過你要堅強勇敢嗎？所以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慌，因為你無論到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於是約書亞吩咐人民的官長說：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人民說：你們要預備糧食，因為3天之內你們要過這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的神要賜給你們作產業的地。經文讀畢，願主賜福遵行他話語的人。好，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敬拜隊一路帶我哋呢，我覺得呢個好好嘅安排嚇，好多謝佢哋嘅咁細心嘅去預備唔同嘅詩歌。當你聽嘅時間，你會發現我哋嘅生活呢開始要有一個嘅信心嚇。今日嘅主題係講信心嚇，咁回答翻Joyce 問嘅問題。弟兄姊妹，如果教會邀請你做一件事情非你嘅自願，非你所想，甚至非你能力之內，你會點考慮呢個邀請呢？咁樣嚇，呢個的確真係好好嘅問題，唔係單單因為教會唔夠人，唔好誤會嚇。神嘅工作從來唔需要我哋為佢完成嚇。可能神擺在我哋面前嘅係呢個邀請，唔係神要你為佢做乜嘢。而係神想透過呢個服侍去塑造你嘅生命嚇，你同唔同意啊？服侍從來唔係講緊呢，我哋能夠為神做乜嘢。服侍只係神俾我哋有份參與佢呢個世界嘅管理嘅一個好細嘅螺絲位。你有份啊，弟兄姊妹，你尊唔尊重？你會唔會珍惜呢個嘅份去做一件好簡單或者好難嘅工作嚇？
的確，如果要你做一件好困難嘅事嘅時候，就站喺呢個地方，你會覺得好難嘅決定。但係你今日講到，我哋再拉開啲諗，究竟神預備咗你係個咩人呢？喺過去，同埋神，如果你應承做嘅時間，佢為你安排之後有乜嘢法寶俾你呢？係嘛？嗱，呢個就我好想知道吓。如果神我踏出呢一步，你有咩應許會帶住我行呢？咁樣吓。今日第二首詩歌係每一天。當我一路唱嘅時間，當然好熟悉啦吓。我所有成個過程都眯埋眼，啲歌詞咧從心入邊去浮出嚟。我思想點解呢首歌叫每一天呢？唔係每一個星期呢？唔係每一年呢？每一日都可以發生好多嘅事，係嘛？每一日都有新嘅挑戰，每一日神都供應恩典你過聽日嘅時候。所以基督徒原來係一個回應神呼召嘅群體。如果我哋唔講得咁偉大，只係過每一天，你點過呢？聽日你點過呢？咁樣吓。以下呢，我就舉一啲嘅例子吓，如有雷同啊，實屬巧合啊。可能咧，你將要面對一個嘅手術吓，一個咧大嘅手術，你唔知究竟成功定失敗。可能你嘅家人呢，喺上個星期接到一個消息，佢患咗一個好大嘅病，整個家庭將要面對一條咧從嚟未行過單獨嘅路。可能你煩惱緊呢，你將要搬屋，有好多瑣碎嘅事吓，唔知幾時可以 settle 你自己嘅家。或許你嘅家庭因為各種原因，到今日都唔能夠重聚啊，等等等等。其實每一日就係俾我哋好多嘅挑戰，我哋懷住埋怨、懷住擔憂去過啊，定係咧好似聖經所記述嘅前人先賢，佢哋踏出一步去經歷神俾我哋嘅恩典吓。耶穌呼召我哋，我咧一路都分享嗬，係啊，佢呼召我哋喺教會服侍，但係佢都呼召我哋進入同佢同在。佢呼召我哋進入豐盛嘅生命，於是我哋要接受治療。佢呼召我哋可能咧係要去離開罪惡，進入光明。耶穌呼召我哋嘅家庭能夠復和關係。耶穌呼召我哋在職場離開某份工作，進入第二份嘅工作。你發覺，當你用呢個眼光你睇人生嘅時候，你會發覺你從不孤單，因為你將要行嘅路係神呼召你要去做下。今日我哋睇約書亞記第1章1至11節，我哋咧先睇下約書亞呢個人吓，喺聖經嘅記載都有好大嘅篇幅，由出埃及記、民數記、生命記、約書亞記都記載約書亞呢個人物。今日讀嘅經文係約書亞記第1章。如果你心水清嘅話，已經嚟到故事嘅中段。約書亞佢要接任摩西嘅使命，係嘛？帶領以色列人去邊度啊？入迦南地。但好明顯，站喺約旦河邊嘅呢個 moment， 其實約書亞喺之前係咪同神冇關係嘅呢？係咪神冇裝備佢呢？咁樣係咪神呢？單單喺一個時空就交代一件好重要嘅事佢做呢？唔係，我哋睇下聖經下，喺出埃及記17章，只係過咗紅海冇幾耐。原來當時摩西已經叫約書亞第一次出現嘅呢個年青人，佢話你揾埋其他人，我哋要去打亞瑪力人。原來約書亞一早佢已經有軍事嘅謀略。喺十誡嘅西奈山，喺出埃及記24章，摩西和他的幫手約書亞起來，上了神嘅山。當然，摩西領法版嘅嗰一刻係摩西一個人，但係原來上山呢個過程，佢有叫咗其他一齊去嘅。約書亞係其中一個。哇！原來約書亞
佢咁清楚摩西一個咁關鍵嘅時刻同摩西同在。大家熟悉第3點，約書亞有份窺探迦南地，好有趣啊！約書亞而家將要帶領以色列人打呢個迦南地，其實佢去咗啦，已經係咪啊？佢見過噶啦，不過見到有2件嘅事情。第一個，佢見證到迦南地真實嘅係流奶與蜜之地，好多植物，好多牲畜。佢知道心入邊有呢個嘅圖畫，但係同樣佢知道第二個圖畫，就係嗰10個探子見到個圖畫入邊嘅人好大隻、好高大、好難打吓。所以約書亞當佢站喺約旦河邊準備去迦南地嘅時間，佢係知道嚟緊面對嘅係乜嘢嘅事情。當然大家好清楚，約書亞係摩西嘅繼任人吓，喺經文嘅唔同部分，軍事嘅才能同摩西有親密嘅關係，佢已經係知道將要去嘅地方嘅情況。呢個時間佢就要擔起肩負摩西嘅責任，進入迦南地下。有2段經文呢，今日未讀，不過呢，我哋再睇一睇，分別係摩西同埋神對約書亞嘅吩咐。我哋先睇呢一段，摩西對約書亞嘅吩咐下。留意下呢段經文同下一段有咩不斷重複嘅囑咐呢？咁樣下，先睇呢段。摩西召咗約書亞來，在眾人面前同佢講：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神向佢哋列祖起誓要俾佢哋嘅地。你也要使佢哋承受那地為業。神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親自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驚惶。申命記31章嚟到申命記嘅末段啦，申命記34章就完啦。末段嘅時候，摩西開始對約書亞嘅囑咐，神親自有對摩西囑咐。先同摩西講：看啊，你嘅死期已近，要召約書亞來，同你一齊站在會幕裏，我好吩咐他。哇！原來約書亞係見證摩西臨終嘅時候，喺佢床邊見證咁重要嘅一刻。神點吩咐約書亞呢？留意下有咩相同嘅事情。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領以色列人進入我所應許他們嘅地，我必與你同在。有邊3樣嘅囑咐你發覺係重複呢？剛強壯膽，你要領我曾經應許你列祖進入應許之地，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站喺約旦河領受呢個呼召嘅之前，神已經俾佢囑咐，俾佢同在，係嘛？所以當神呼召我哋做一件事嘅時間，諗真啲，其實唔係憑空噶，因為佢知你嘅過去，你同神嘅過去嘅經歷，足以令你今日做一個決定，踏出一步進入未來。摩西死咗之後，嫩嘅兒子約書亞，因為摩西曾為他按手，他就被智慧嘅靈充滿下，以色列人就聽從他。我哋可以話，約書亞有一個嘅期盼，無論係眾民對佢期盼，或者係佢對自己期盼。第一個，佢要完成摩西未完成嘅心願。大家知道摩西死嘅時候係未入迦南地，縱然佢嘅一生都係為咗拯救以色列人過紅海、越過曠野進入迦南地，但係因為佢犯罪緣故，佢就能夠在呢個地方止步。誰
再帶領呢班人進入迦南地呢？約書亞，哇！如果要你完成一個人嘅心願，呢個係咪好大嘅責任啊？好大責任，因為你完成唔到，你對唔住佢。第二個，呢個係期盼係整個神對以色列民嘅救贖嘅最後一棒。離開埃及，過紅海，去到曠野，好艱難，但係最後一棒接力啦，最後100米啦，就係要入嗰個地方吓。所以呢個係咪更加容易呢？我哋唔敢講。係咪更加困難呢？都唔敢講。但係總之，佢揸住最後一棒要跑落去，並且作為領袖嘅期盼係，究竟以色列人聽約書亞會唔會同聽摩西一樣呢？咁樣，哇！即係聖經講到呢個人物喺呢個咁關鍵嘅時候，做一個咁大嘅決定，好大壓力啊，係咪？好大壓力。不過我哋人生何嘗唔係好大壓力呢？我哋何嘗唔係呢個決定，似乎做 A 同做 B 都感覺上可以改變你嘅一生呢？咁樣。所以呢段聖經都係同我哋講，我哋今日每個都站喺約旦河邊，我哋選擇前進定後退呢？喺我哋人生每個階段都有呢一個嘅決定。我哋好快都進入咗今日讀嘅經文吓，大約分咗3至4個段落。第一段係1至2節，耶和華嘅僕人摩西死咗啦。神吩咐摩西嘅侍從約書亞同佢講：我嘅僕人摩西死咗，現在你要起來和全體人民過呢個約旦河，到我現在要賜俾以色列人嘅地去。弟兄姊妹，面對呼召，你嘅信心站喺邊度呢？你聽我呢，差唔多花咗1/3時間去講咗摩西嘅前傳下，好想帶俾個圖畫俾大家睇。神早已託付咗你啦，其實好似託付約書亞一樣。不過今日係咩呢？今日就係行動嘅時候。神已經一路訓練你，一路俾恩典你，一路咧俾到應許你。但係今日你嘅領袖離開啦，到你啦，你要帶領呢班嘅人進入迦南地。神已經你已經為神行咗好多路啦。我哋在當中都可能係咁講嗬。神啊，我都服侍咗你好耐啦，都夠啦。退休咯，係咪？唔單止我嘅工作退休，教會服侍都退休啦。神話唔係，擺在後面有更重要嘅事。大家知唔知約書亞喺約旦河邊呢一段經文佢幾多歲啊？20歲、40歲、60歲、80歲、80幾歲，做夠啦，約書亞，夠晒皮啦。神話而家先係開始，而家先係你要帶呢班人入迦南地嘅時候。80歲嗬，望一望大家先。哇！呢度得幾個人有約書亞資格啫？其實大家未夠班啊！未到嗰個 moment 啊，其實原來神咁奇妙未啊？你都未夠啊 Esmond 未夠80歲咧。哇！原來即係所以，剛才 Joseph 嘅問題好有意思嗬。我哋係睇自己嘅能力去服侍神，回應神嘅呼召。神從來唔係睇你外貌、能力、個性等等。你一路睇落去，發覺你能夠做到，只係因為神啫，其實唔係因為你。神
你已經為神做咗好多嘢啦，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做咗好多嘢，但係擺在面前有更加大嘅責任。佢可能係教會嘅服侍，亦都唔一定係教會嘅服侍。但係大家唔好咁快就覺得我要休息，我要退休。喺我自己探訪啦，做牧者大家都有經歷啊。當你去探訪特別年長嘅弟兄姊妹即係無論係因為身體緣故啦，要休息啦、臥床啦、病患啦咁樣，即係你諗下，你有乜嘢可以俾佢咧？其實我冇咩俾佢啊！我又唔係物理治療師，我又唔係營養師，我真係冇咩俾佢。其實坦白講，咁我心邊度我探佢為咩咧？其實探佢係為咗去鼓勵佢嘅信心，係咪啊？呢條路冇人幫你行到啊！大家探過阿 Nelson 佢係比較多時間要張床度坐喺度，我唔可以幫佢行。我哋要鼓勵每一個嘅弟兄姊妹，你有信心去行人生餘下嘅路。呢個就係神嘅呼召，你行人生餘下嘅路。第三樣，在回應呼召之前，神已足夠俾好多嘅訓練同埋恩賜。第一點，你們腳掌踏過的每一處地方，我都照着我應許摩西的賜給你們。好強調你嘅腳掌踏嘅每一處，好具體，代表呢個行動啊！你要行啦，你將要行出嘅嗰一步，神都會賜福俾你。喺約書亞，佢係見到神如何祝福摩西㗎，神如何去應許摩西，約書亞係見證到㗎。所以我哋嘅前人，我哋嘅先賢係俾我哋好多嘅鼓勵。神嘅工作係有連續嘅，由摩西到約書亞，從曠野和黎巴嫩直到大河，就係幼發拉底河，黑人嘅全地，直到大海日落嘅地方，就係你哋嘅疆界。約書亞，到你帶啦，你要跨過第一個嘅困難係咩呢？約旦河，約旦河啫，唔係紅海啊嘛，係咪？中文字一解啦，河同海爭幾遠啊？紅海咁大，約旦河咁細咁樣。約旦河係一個好深嘅裂谷，兩岸係好陡峭嘅斜坡，河道可以好深。喺第3章記載，當我哋過河嘅時間，當時係收割嘅季節，河水暴漲得好大。當佢哋進入應許之地嘅第一樣，就係要神蹟嘅發生。好難啊，神啊！我已經要承擔呢個工作，仲要有神蹟先能夠過到河，冇神蹟過唔到河。如果呢個唔係你嘅呼召，約書亞點會做到呢？佢點解會憑自己能力可以搭好多隻船，帶幾10萬人過河呢？只有神嘅神蹟先能夠幫助佢完成呢一個嘅使命。信心當我思考呢段嘅經文嘅時間，我再諗深一層，信心係咩呢？咁樣，我哋當然好希望有信心先踏出一步，但係如果你睇約書亞呢一個嘅時刻，係佢要踏出一步先驗證到佢所信嘅神係唔係真實，明白嗎？係咪？大家有冇玩過一啲嘅歷奇活動即係喺好高嘅柱上邊、木梁上邊有條嘅橋，嗰條嘅橋咧得幾塊木板、2條繩嘅啫，咁樣扶住條繩，你就要踏落去行過對面。有冇玩過啊？你幻想下，我玩過好多次最近嗰一次應該係2年前。同埋幾個家庭，我哋去Sacramento玩下。
我好驚喎，知點解啊？因為我嘅體重係特別大反應喎，踩落嗰啲橋度。係，我見嗰啲後生，我哋喐口行過去喎，我一踏落去搖得好犀利喎，因為我特別重喎咁樣。我係好驚，即係覺得我嘅體型係冇識玩呢樣嘢。你係要企落去嗰下，仲要搖一陣，你先知道嗰條橋係真定係假，係咪？我要知道究竟我嘅信心有幾大，我要先踏出呢一步，你就會知道神係真實。可以話咧，呢個係一個屬靈嘅法則，唔係我哋世人嘅法則。我哋會希望一切穩穩妥妥，做所有嘢都係有晒 security， 有晒exemption， 有晒contingency 就好啦咁樣嚇。但係喺教會事工同我哋嘅生命，往往係唔同。當然唔係亂行，唔係亂做，千祈唔好咁諗下。係你知道你要行嘅時間，你就要行落去，你就知道剛才唱嘅第3首詩歌，憑信入邊嘅人物，佢哋嘅經歷係點樣。接住落，我哋睇第5節。你一生嘅日子，必沒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決不離開你，也不離棄你。神講到約書亞，我已經為你將來預備咗好重要嘅法寶，就係我必與你同在。神嘅應許帶俾我哋一個堅固嘅保證。特別呢度講到你一生嘅日子，必沒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今日就宣告你將來已經得勝。神嘅同在，我哋都聽好多。神嘅同在究竟咧點樣幫助我哋呢？咁樣吓，面對神喺今日你所踏之處，唔知你嚟緊有咩困難挑戰吓？你會依賴咩呢？咁上網查多啲可能性啦，問下 AI 啦，係咪？近期都好多弟兄姊妹話同 AI 傾偈都唔錯啊，其實。都有好多好嘅建議俾你，係咪？神嘅同在係一個俾我哋面對將來係好大嘅一個嘅應許嚇。我分享下我屋企嗰隻貓好嘛？咁我上次分完之後咧，人話：哇，群起而攻之下話：哇，你同啲貓沖涼咁樣。所以我先戴定頭盔，戴定個底下。而家我講嘅嘢，如果係錯咧，你冇咁大反應嚇咁樣。3隻貓前幾日咧做咗豬肉手術，3隻貓，1隻女，2隻男。尋日做完即係咁樣。做完之後翻嚟咧，係要隔開佢哋，因為咧唔俾佢哋去劃對方嘅傷口嚇。特別係乸嗰隻咧，就要大個圈嚇，唔俾佢舐自己開刀嘅傷口。呢3隻貓咧，之前咧喺個籠度係玩埋一堆嘅，3隻咧扭來扭去。琴日我聽屋企人講下，我哋唔喺度，琴日翻去教會，呢3隻貓翻去咧，要分開3個唔同嘅籠韞住佢哋。聽佢哋講，放落去之後，佢哋有好長時間要做咩咧？咩啊？咩啊？聽唔到？投訴啊！哀鳴啊！即係嗌得好凄涼，好凄涼咁樣嚇。因為分開唔同嘅籠啦，韞住佢哋咁樣嚇。咁收尾就將3個籠咧，就將佢拍埋啲，即係總之佢哋見到對方啦咁樣。佢哋開始咧 comfort， 開始減低咗佢哋嘅憂慮。我見到咧啲寵物都會隔住個籠咧喺度，你撩下我，我撩下你一樣呵。其實
冇嘢改變到過，冇嘢改變過啲貓嘅情況，佢都係做完手術要隔離係嘛？佢有佢嘅痛嚇。但係點解見唔到同見得到爭咁遠呢？其實見得到嘅時間，或許有一份力量喺度，係嘛？有一份嘅關懷喺度。同樣，貓係見得到，神係見唔到喎。神嘅同在見唔到喎。但係神會藉住唔同嘅事情與我哋同在，藉住你每日喺神面前嘅禱告，神同你講說話；藉住你每日透過聖經去親近神，神就藉住啲經文對你應許；透過你同弟兄姊妹互相嘅關懷，弟兄姊妹俾到你有足夠嘅支持同埋鼓勵。所以當面對我哋嚟緊將來嘅變幻，神嘅同在係非常嘅重要。雖然係好無形，但係卻鼓勵緊我哋嘅內心，知道神永不離開我哋，也不丟棄我哋。信心第二樣係站喺神嘅同在裏，神已經與你同在。呢個係基督徒成日忘記嘅事情。我哋要做嘅唔係去問神係咪同在，我哋要做嘅係辨識神已經與你同在。講多次下，神同在係一個嘅事實，並且發生緊。即係有時你冇揾神，你忘記神，你嘅憂慮大過你與神嘅約會，所以你要做嘅係辨識佢今日已經喺你哋嘅當中。所以教會一路推動今年我哋弟兄姊妹靈修可，我哋有責任靈修啱嘅，我哋有習慣靈修都係好嘅。但如果我哋停留喺一個我哋做得係咪每日做關於次數嘅話，我哋仲未享受到一份嘅同在。與神同在唔係關乎我哋同神親近嘅時間多久，係關乎嗰一刻我已經知道神喺我嘅生命入邊，我懼怕面對生命各種嘅困難。最後我哋要處理一段咧比較長嘅經文嚇，但係咧都好容易去掌握。第6至第9節，於是神同約書亞再講一個好關乎勇氣嘅經文。你要剛強勇敢嚇，我直接讀呢幾句哈利咗嘅字嚇。你要堅強十分勇敢，我不是吩咐過你麼？你要堅強勇敢。弟兄姊妹，呢3句說話有咩分別？連續6至9節嘅經文，我哋查經就係咁啦，係咪？去揾經文重複嘅字，不過佢好有趣，佢有分別嘅，其實係嘛？第一個你要堅強勇敢，但係第二個呢，再強調只要堅強十分勇敢。第三個呢，喂，我唔係同你講過你要堅強勇敢咩？第三個係咪好點啊？好有力係嘛？屋企都係咁噶啦。喂，我唔係叫你咁做嘅咩？即係已經有一個你知噶啦，爭在咩呢？爭在你要行出嚟。堅強勇敢喺呢段經文我哋見到不斷遞增緊嗰個力度。OK， 我哋諗一諗，約書亞心入邊有可能有咩嘅想法，以至神會咁講呢？咁樣吓，聖經冇交代點解神3番4次講呢段嘅說話。不過換轉係我係約書亞，我內心係點呢？咁樣吓，我試下諗下第3點吓，唔通我怕失敗？我係咪真係做得到呢？過約旦河，今日睇聖經，我哋就覺得好容易啦，因為已經發生咗啦。但係喺約書亞嘅嗰一刻，
佢心入邊諗嘅係咪都有恐懼同埋害怕呢？佢係咪覺得自己都唔一定能夠帶領咁多人？佢哋好多個意見，一個人就好話為，兩個人都能夠搞，三個人以上就好難處理咯。幾十萬人咁多意見，係咪打仗我哋一定打得贏呢？咁樣，或許約書亞嘅內心都有好多嘅恐懼，同我哋一樣。其實我哋面對人生嘅嚟緊呢一刻都有恐懼。有時恐懼唔在於你能夠講到出嚟，其實更多人嘅恐懼係講唔到出嚟嘅，係咪啊？我係其中一個，我有恐懼，我唔會同師母講嘅，其實，但係佢從我個樣就見到，哇！你嗰日全日都揦埋口面，唔多出聲，男人都係咁嘅，通常，即係佢唔咁輕易同你講個內心有咩憂慮，但係你見佢同人笑面迎人之後翻到屋企，佢嘅面容就唔點喐呢？佢內心係諗緊好多嘢，好多憂慮、恐懼喺度吓。所以我哋可能對內心有好多嘅恐懼、好多嘅憂慮、好多嘅唔肯定吓。於是神就同約書亞講：你要剛強勇敢，再睇紅色嘅嘢。咁神點樣去解決約書亞嘅恐懼呢？第7節，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嘅口，要晝夜默誦。你知唔知有咩關係？當我哋面對前邊不確定嘅恐懼，點解聖經咁講？點解佢同我哋講你要遵行律法？不可偏離左右，律法書不可離開你嘅口，晝夜默想。我哋恐懼源於我哋唔掌握，但係神嘅說話係點呢？神嘅說話係確定嘅，係寫低落嚟嘅，係可以閱讀嘅，係可以思想嘅。謹守遵行律法，晝夜默想下。減低我哋對面前嘅恐懼，遵行神嘅律法。喺約書亞嘅處境，遵行律法唔係單單佢守律法，而係神拯救嘅行動。神呢要以色列人喺曠野成為一個民族，呢個民族係能夠遵守唔同嘅律法，因為神要模造、塑造佢哋。將律法帶來亨通與成功，建立有能健康嘅與神關係，克服恐懼。信心第3樣，站喺神嘅律法。神已經指明生死禍福，我哋當中要喺呼召入邊作出一啲嘅選擇。的確，上帝喺聖經入邊指引我哋何為善，何為錯。佢應許我哋將來會有乜嘢嘅成果。每一樣喺聖經我哋都能夠去得到答案。最後嚟到2節嘅經文，我只係選咗2節嘅經文，因為後邊仲有一大段係講約書亞嘅行動。但好想一齊讀呢2節嘅經文，好嗎？一齊讀下，1、2、3。於是約書亞吩咐人民的官長說：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人民說：你們要預備糧食，因為3天之內你們要過這約旦河，進你得耶和華你們的神要賜給你們作產業的地。呢經文代表咩呢？約書亞做咗決定未呢？佢做咗決定，佢擔起呢個工作啦。佢發施號令，呢個號令一出就唔能夠收回。我哋要準備好糧食，我哋要過呢個約旦河，去得神俾我哋列祖嘅產業。哇！人生原來係咁啊！
當面對好多不確定嘅時間，我哋最終都要做一個嘅決定，做定唔做？做嘅時間，你心入邊有咩嘅把握同埋憑據呢？神俾我哋嘅同在係嘛？聖經俾我哋嘅話語，希望呢，我哋繼續做一個貨真價實嘅門徒。特別當逆境挑戰我哋嘅時候，我哋點樣能夠站立得穩呢？係因為我哋回應神呢一刻俾我哋嘅呼召。仲有一個問題，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站喺約旦河邊嘅時候，你會發出一個咩命令呢？會命令我哋不如收兵啦，都係唔好去啦，翻去曠野食肉鍋好啲咁樣。我哋話不如試下先啦，試下水先啦，試下條河有幾深先啦，探子去試下咁樣吓。定係好似約書亞話，我哋準備好預備糧食，3日後我哋就過河。我一齊祈禱。聖靈啊，求你親自嚟到我哋嘅當中。聖靈啊，求你與我哋同在。主啊，我哋享受與你同在嘅甘甜，因為你嘅話語比蜂蜜更甜。你嘅話語好似一把利劍剖開我哋嘅內心，知道我哋內心所想所求，並知道你嘅內心所憂慮嘅事情。主啊，你今日再一次建立我哋，呼召我哋。你唔要我哋做一個軟弱無力嘅基督徒，你要我哋做一個剛強壯膽有力回應嘅基督徒。神啊，多謝你過去塑造我哋嘅生命，你都應許在我哋嘅將來，你話過你不撇下我哋，也不丟棄我哋。神與我哋同在。多謝你，你嘅話語甘甜，嘅應許寶貴。主，我哋獻上感恩讚美。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我好多謝景文牧師為我哋嘅分享。神與我們同在，我哋唔需要懼怕。最重要嘅係勇敢堅強，去做一個有行動嘅基督徒。讓我哋用呢隻歌因着信同埋入邊嘅故事，再提醒我哋如何有呢個信心，神係與我們同在。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尚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發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尚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慈愛嘅天父上帝，感謝你賜俾我哋屬靈上同物質上嘅豐盛，求你悅納我哋金錢、時間同埋能力上嘅奉獻，好讓教會能夠喺地上實踐你屬天嘅事工。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嘅名義祈求，Amen。以下係報告嘅時間。5月份祈禱體驗日會喺5月23號星期六11點半到1點半舉行，地點喺 Fremont 嘅 St. Anne's Episcopal Church。我哋會用明鎮作為靈修工具，透過踱步、默想、禱告嚟反省生命、清淨心靈。請踴躍報名參加。靈命塑造部喺6月至8月舉辦信仰3部曲，內容包括星期日早上嘅靈修初班，星期3晚嘅祈禱讀經小組，同埋每月2、4週崇拜之後嘅靈修分享小組。詳情同埋時間請查閱崇拜週刊。請今日就到大堂外報名。好，再一次咧歡迎大家出席我哋 Arise Church 中文堂嘅崇拜。咁今日都有一位新朋友，好嘛？讓我介紹你嘅名，你揮揮手下，就由 Margaret 姊妹帶嚟嘅 Margaret 女士嚇。好，歡迎你，歡迎你。好，咁我哋一齊起立嚇，我哋都咧神呼召我哋，當然我哋個人咧都有神嘅呼召，但係咧神都呼召我哋嘅教會成為一個教會嚇。點樣能夠讓人見到我哋呢個教會咧？就唔係我哋每一個坐喺座位咁疏離，而係我哋有彼此問安，好嘛？連成一體下，好讓我哋同弟兄姊妹咧彼此問安，願主與你同在，願主與你同在，願主與你同在。好，請坐下。大家見到大家咁歡樂嘅氣氛，神與我哋同在係可見嘅，起碼可以喺我哋相處上邊係見到，係嘛？
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嘅時，何等嘅美。好，咁我哋就補充下報告啦，就係咧今日咧係有一個嘅廚房嘅訓練嚇。如果報咗名咧，請你12點鐘可以去到廚房嚇。如果或者你有興趣嘅，都可以去廚房嗰度嚇。咁咧就佩佩會教我哋用若干喺廚房嘅器材咁樣。咁另外咧就係祈禱體驗日啦。咁我哋睇睇嗰個 slide 下，我覺得好有意思嗬。即係我哋今日咧分享神嘅同在係要操練嘅，其實靈修係要操練嘅。咁教會呢，我哋好好，我哋安排咗下個星期六喺一間聖公會嘅出邊嘅花園嚇。咁咧可能咧我介紹下先嚇。咁咧就圖畫嗰個係一個明鎮嚇。其實咧我哋係會行入去有一個嘅靈修嚇。你見時間好長喎，牧師11點半至1點半。你發覺其實成個花園咧周圍好多凳坐，你當個公園得啦，其實嚇。所以咧可能咧大體上我會講解一下嗰個操練點樣做，大家就好自由嘅進入呢個明鎮，入咗中間係行翻出嚟。當然唔係跑步嚇，其實行每一步你都有好多嘅思想嚇，可以咧係祈禱嚇，係慢慢行咁樣行翻出嚟之後咧，我哋可以有啲分享，係一個好舒服、好容易做嘅操練嚇。希望大家珍惜呢個安排嚇。咁咧，但係咧，我想知人數，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報名嚇。咁但係要自己揸車去到Fremont 呢間教會出邊有個 parking lot 停低之後咧，我哋就喺明鎮呢個集合嚇。咁因為咧嗰個時間係應該係中午啦嚇。咁咧就你可以戴頂帽、帶啲水嚇。咁咧就比較曬咁樣。但係咧喺個好靚嘅花園下咁樣，好嘛？希望大家珍惜我哋去操練與神同在一個靈修嘅活動。靈命塑造部咧，我哋都補充啦。咁咧都係有3個班啦嚇。咁但係我再講多少少嚇。朝頭早嗰個班咧，新哥大咧靈修嘅初班咧，佢會用靈命日糧係嘛？係啦，係比較簡單啲靈修材料。咁咧係方便嗰啲咧係喺信仰上啱啱進入嚟一齊係分享靈修嘅人嚇。我大個班星期3晚咧係祈禱讀經小組嚇。咁咧我就計劃咧，我哋一齊讀晒創世記50章嚇，就唔係主學喎。主學咧就係老師話俾你聽聖經講乜嘢嚇，我哋一齊去讀呢個經文，係我哋一齊去從每一章聖經去發掘入邊聖經你有咩嘅新嘅發現嚇，我哋有啲嘅指引。咁我哋每一個禮拜都有啲嘅分享，好嘛？呢個係第2個。第3班咧就係 Derek 同 Kevin 帶咧就係靈修分享小組，好似而家佢哋嘅時間一樣，不過咧。嚟緊佢係隔週，咁會繼續用以道自見嘅材料，同埋會分享講道嘅一個嘅討論咁樣，好嘛？都係有唔同嘅程度啦，或者可以咁講啦嚇，唔同嘅需要俾弟兄姊妹，希望大家一齊嘅參加咁樣。OK，咁就另外咧都分享下咧喺琴日早上咧中華學校。就喺呢度咧舉行咗佢哋嘅畢業禮嚇，完成咗呢個學年嘅佢哋喺度嘅使用嚇。咁琴日都好開心，都我哋嘅義工一齊參與啦。咁我都有機會喺台上咧係對家長同埋學生咧都有啲嘅鼓勵嘅説話嚇。咁大家繼續祈禱，下個學期年度咧學校咧都係安排咗咧我哋嘅義工可以入去若干嘅班房咧，同小朋友去分享一啲品格同埋德育嘅故事嚇，希望咧讓我哋嘅教友或者家長咧同佢哋嘅小朋友更多嘅聯繫嚇。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服侍嚇，為到我哋下一年度嘅活動，我哋禱告。另外咧，我哋都為到因為我哋牧禱啦，都為到 Rebecca 後邊啦祈禱啦係咁樣。咁咧大家見到 Rebecca 咧，佢孭住個好長腰封啊，係啊。咁咧嚟緊咧，佢喺9月29號咧會係做一個嘅手術，係關於佢背脊嘅骨嘅咁樣。咁咧我哋都為到 Rebecca 係啦，佢間唔中就要企身㗎啦嚇，為佢祈禱，好嘛？好，我哋嘅今日崇拜，我哋咧就將要結束，我哋一齊嘅站立。我哋先唱心一族。雙手輕放，站住。
上萬軍中讚主你，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我哋都有祈禱啦，我咧好想喺 Rebecca 附近嘅弟兄姊妹，如果你認識佢嘅，你會行埋去搭住隻手，好嘛？為佢祈禱啊！多啲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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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啲人。好，我哋祈禱，同心祈禱。主耶穌，我哋再一次獻上感恩讚美，因為你呼召我哋成為一體。我哋肢體又軟弱，我哋願意眾人都擔當。求你親自帶領 Rebecca 29號將有一個嘅手術。主，你用最好嘅醫療、最好嘅醫生、最好嘅照顧，讓佢能夠有好嘅方法，能夠醫治佢背脊嘅痛楚。主，你挪開佢嘅痛楚，你讓佢經歷恩典，讓佢咧係知道神你愛佢到底，並為佢捨命。願神你賜福當日成為你嘅日子，成為咧係佢能夠身體復原嘅日子。又為到我哋眾弟兄姊妹禱告，願你鼓勵我哋，當我哋有灰心失望嘅，願你親自嘅扶持；我哋有病患嘅，你醫治；我哋有行差踏錯嘅，求你親自嘅指引我哋。望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Amen。阿門。係，各位仍然站立，我哋用最後嘅呢一首詩歌去結束我哋今日嘅崇拜。我哋就用最後呢隻歌繼續去歌頌我哋偉大嘅神。放眼仰望，每看那星空幻彩，輝映相照，萬古不變永在。智慧創造，貫徹那蒼天看海，不朽心意，如曉於這世代。神靈敞開，穿過往昔未來，奧妙心靈，遠超化外。茫茫四海，驚嘆造異樣愛，偉大製作，依般是愛。至愛至善，世界至真的上主，犧牲所愛，獨自甘背我罪，眾處歸位，撇棄以君尊自居，遭得生死，十架解我困累。重燃我心，經已為你歌唱，你是我神，你真偉大。重燃我心，經已為你歌唱，偉大救主，普天頌唱，雷鳴震響，舉世共慶歡唱，因主歸來，創新氣象，雷鳴震響，舉世共慶歡唱，快樂永恆，普天頌唱，快樂永恆，普天頌唱。今日我睇 Arise 嘅敬拜就完咗，願我哋每一日都繼續我哋嘅敬拜。下個禮拜我哋同樣時間10點15分再喺 Arise 再見。